用智慧镜头，谷歌智慧镜头来处理那个程式码的图片，取得那个程式码，程式码它没有办法一目了然，那都要往左边推才看到右边，所以要各自截图啊，截图然后还要用这个萤幕录影的程式有影像合并功能。你看到要把那个范围要拉到全部哦。刚开始是搜寻，还要按文字，然后按全选哦，还可以翻译，很厉害。可以全选，检查一下哦，真的都有全选。按文字，图片那么长，上下合并成上下状的上下模式了，还能够处理文字了。你看，已经按文字了，再按一次，要看到已复制到剪贴簿才退出来，贴到便条，贴到这个地方，一页，第一页、第二页、第三页这样，按照顺序处理，贴上去。要辨识一下，最好再看一下图片哦，右边走到哪一个字啊？怪怪的嘞，再看一次。按文字，按全选，按复制文字。你看有这么多内容。很不容易啊。可能是这个没有错，但是右边到哪里看一下，断行断到哪里？长时间用脑思考啊，会影响到胃肠功能。得来不易啊，大 H 有没有？大 H，GIF 有没有？大 HGIF，记啊，记住哦。有没有看到这里的大 H 啊？大 H 啊，这个应该是 GIF 档动画哦，连动画档都有办法处理，图片档 PNG、APG、PMP
动画图AI都有办法处理，厉害啊！大部分你看扫描结果，大部分是正确的。